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逆，听生意听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Let's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Life in plastic i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糟糕，如果没有配乐会不会很干？好像蛮干的，但是大家有 get 到吧？应该有 get 到这是什么歌吧？有啦，I'm the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啊！相信刚刚这首洗脑歌，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我一边念都一边快要唱出来了。这就是水叮当在1997年发行的 Barbie Girl。问一下阿寇熊，1997年那年你在做什么？走马街。1997年啊，我那时候才7岁，小哦，掐指一算，我想一下哈，那时候应该还在流鼻涕吧。那一颗梨子姐姐，你呢？这个1997年你在做什么呢？哦，我坐在草坪上读 Descartes。也太假掰了吧！你是说现在大学生都会用的那个 Descartes 吗？嘿，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谢谢你要接那个梗哦，真的，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要念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2023年推嘅票房冠军，目前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13亿美金的电影Barbie。 没错，这时候还要来点爆音的感觉 Barbie。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对，那个芭比呢，在这个客语啊，我要先教大家一下哦，可以啊。对，芭比在客语里面呢要怎么说呢？怎么说？四线腔，人工诶，人工诶，人工仔，人工仔。对，以前我阿婆不会说芭比啊，她玩芭比的时候，她都会说，等一下阿婆要玩芭比有点奇怪。以前他看着我们玩芭比的时候，他都会说：“哦，你们在搞人工哎。”我觉得应该是说，像那些什么洋娃娃那些娃娃们啊，他打发就会人工哎，所以当你玩芭比娃娃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搞人工哎。”那我问一下，你觉得刚才我们那个开场歌，你把那个客家话的人工哎，如果放进去唱客语唱可以吗？你是说 “Come on， 人工哎 ，Let's go party”？ Come on， 人工哎 ，Let's go party。可以耶，可以耶。好了，芭比呢？这部电影呢是在说有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存在的芭比乐园，那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芭比，还有不同的肯尼。一颗栗子姐姐，你知道我跟芭比其实很有渊源吗？其实 I have a secret to tell you。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秘密。那要开记者会吗？其实也不用啦。好啦，其实呢，因为我要跟大家说，我的英文名字其实就叫做肯尼。哇哦，这个秘密好厉害哦！对 ，My name is Kenny， 不知道了吧 ？Everybody， 人家是把中文名字翻译成肯尼，其实原文是 Ken 好吗？Excuse me， 怎样？你现在有觉得晴天霹雳吗？不管啦，反正呢，我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就是肯尼。OK， 跟还没有看过 Barbie 的朋友们来说一下，Barbie 这部电影的讨论度很高听说很多人进到电影院还看到哭，有人还哭着出来。你有哭吗？没有我也没有真的好抱歉哦。不过它确实是2023年蛮值得进戏院看的一部电影。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部作品呢？我觉得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芭比的剧情。塞来耶！听讲在真实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类神奇的芭比乐园。据说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神奇的芭比乐园。主角芭比有金色的跳拿毛、橙色的木柱，然后其他毛茸茸的芭比向下喺涂鸦。
迷雷芭比独狗等亦有痴心，有成功的手法。有着金发碧眼的主角 Barbie 和其他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同伴都居住在这里，每个 Barbie 都过着自信成功的生活。你那个娃娃是怎么样？娃娃不过有一年，主角芭比的生活发生了动态的变化。但是有一天，典型芭比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唔但将就顺风冲的世界，就那么动乱。细神变出来的水，咪变冷水，脚还变做魔法土作高长海的阿玛台。阿妹哎，我觉得阿玛台这个客语真的很酷诶。阿玛台亚麻提扁平足。 OK， 不止早上起来头发乱糟糟，洗澡时放出来的水也是冷水，连双脚都变成难以穿上高跟鞋的扁平足，好可怜哦！遇到转动年代的生活，芭比决定离开乐园，来到真实的世界，爱清楚一条怪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了恢复原本的生活，典型芭比决定离开芭比乐园，进入现实世界，找出一连串怪事的原因。芭比的男朋友 Ken 肯尼来了，每家日的也从冒险，没想到电动车因为按钮带来的芭比乐园的危机。芭比的伴侣肯尼也一起加入了这场冒险之旅，没想到却因此带来了颠覆整个芭比乐园的危机。你的那个尾音真的很厉害，像真的飞机要掉下来了。危机。好了，这部电影呢，一开始的画面呢，应该就会让所有人都很难忘。导演呢，他用了超级磅礴的配乐，咚咚，然后再搭配很像在讲史诗故事的旁白，然后带出了芭比诞生的起源。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ime， 自开天辟地以来， Since the first little girl ever existed， 从第一个小女孩存在开始， There have been dolls， 就有了娃娃。But the dolls are always and forever baby dolls， 但娃娃永远都是婴儿娃娃。Until 直到芭比出现了，于是呢，所有的女生都放下了手中的婴儿娃娃，然后对芭比趋之若鹜。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电影的续场。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小女生砸掉手中婴儿娃娃的场景，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开始，蛮好的续场，真的是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叙述这段很具革命性的历史。对，我看到那一段真的蛮好笑的，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完全没有预期到会是这样。不过我刚刚是不是说到革命性的历史？没错。好，这边呢就不得不提到制造芭比娃娃的美泰儿公司，当初是怎么透过芭比红遍全球的呢？是不是很好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泰尔的创办人，他是谁呢？Ruth Handler， 这个 Ruth Handler 呢，发现女儿比起玩很像真实婴儿的娃娃，她更喜欢为纸娃娃换装打扮，所以就有了想要推出成人形象娃娃的想法。不过当时她在公司提案了很多次哦，但都不被美泰尔其他高阶主管认同。直到 Ruth 某次去欧洲旅游，才发现原来欧洲早就有这种成人形象的娃娃存在了，名字就叫做 Lily。哇！叫莉莉哦，也就是说呢，芭比呢，她其实不是史上第一，史上第一娃，差点要说史上第一人，她是史上第一娃。我想很多听众听到这边一定也觉得很意外吧？不过还有让人更意外的哦，就是莉莉这个娃娃是真的很成人。怎么说呢？她的角色形象是一位拜金女郎，衣服可以任人穿脱，其实是有点性暗示的感觉。当时还是很多小女生对莉莉百变的服装造型觉得很向往，所以越来越多小朋友都买了莉莉回家。Ruth 从莉莉身上看到巨大的销售潜力，是说她真的好有商业头脑哦。于是她就从欧洲带了几只莉莉飞回美国，重新进行设计，终于在1959年推出了第一个 Barbie 娃娃。不得不说这个 Ruth 真的很有眼光。我也觉得。我查了一下资料哦，光是在推出的第一年，这个
芭比娃娃就卖了35万个。大家可能会觉得35万个还好吧？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因为呢，买了一个芭比娃娃，就想要再帮他买不同的衣服，对吧？你买了很多的衣服，你是不是想要买一个芭比屋来装他的衣服？对不对？然后这个芭比屋里面又可以装不止一只芭比娃娃。哇塞，这芭比经济效益很大对啊，就变2只3只，衣服越来越多，屋子越来越多，而且高跟鞋也越来越多。这样听起来好像一颗栗子姐姐你以前应该买了不少哦。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都去邻居家玩。我自己其实没有芭比娃娃，我真的一个都没有。可是真的假的？可是我真的是去邻居家玩，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那个邻居朋友的妈妈就在芭比娃娃的工厂上班。好好哦。对啊，真的很羡慕这样你就是芭比富翁啊！芭比富翁就是你的邻居的邻居。言归正传，芭比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当时美国也处于女性意识抬头的阶段。芭比就像是所有女生理想的化身，不只是有不同的服装，还可以担任不同的职业，可以成为总统、科学家、运动员、太空人等等等等等等等。对啊，有很多的职业可以角色扮演哦。对，不过呢，现在讲到芭比呢，比起比较正面的意义，好像负面的印象比较容易被先想到。对，例如像是芭比的完美的身材呀，就常常被拿来讨论。你看金发碧眼，对。身材比例要好，超好。对，然后在电影里面呢，甚至说他连脚跟的形状都像是天生为高跟鞋设计的一样，那个脚就是这样踮起来的，真的，真的完美到让人有点觉得猎奇啊。对，就是说，如果以正常的女生穿高跟鞋，那个高跟鞋是特别高。不过凯翔，你刚刚真的是讲到重点哦，这也是芭比无论在戏里戏外总是受到许多人批评的原因哦。很多人认为这些完美的形象就像是一种刻板的标签，无形之中给女性带来很大的压力。我是说你的名字都好难念啊，寇雄是寇雄呀。你今天可以叫我肯尼是说肯尼，你知道假如典型 Barbie 的身材被放大成真人比例的话，它的3围是多少吗？其实我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我连自己有几块腹肌都不知道。你那是1块肌吧？是一整块。好，根据美国成瘾中心的研究报告，如果芭比娃娃是活生生的真人，它的3围会是36、18、33寸。好复杂哦，好惊人哦。好，我解释一下，会因为头大身体小导致几乎没有办法走路，肚子也只够放半个肝和几寸肠道。Oh my god！ 也有人实际换算测量 Barbie 身材的 BMI 值是16.24，哇塞，已经是过瘦的状况。对很多向往 Barbie 身材的女性来说， Barbie 的身材其实是不太好的示范。你这样讲我就有想到，我有看过那个相关的报道，就新闻报道，真的有不少人会因为就是向往芭比的形象，然后去做了各种的整形手术啊，疯狂的程度甚至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呢，这种类似的新闻啊，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我有真的看过像日本也有很多人，他们就是很想要当 Barbie，除了脸部去整形，尤其是身材也会刻意的想要去整得跟 Barbie 一样，所以才会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已经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对。不过回到这个芭比制造的这个历史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对芭比的身材不太满意的意见，大家都很希望芭比娃娃对于美的形象不要那么单一，不只是身份外貌，也应该要有更多元的呈现。所以一直到2016年，美泰尔公司终于为芭比新增了更多的外貌选择哦。除了原先的经典款以外，另外推出了像是曲线型 Curvy， 高挑型、头娇小型、Petty。好，除了这3种体型之外，此外还有7种肤色、22种瞳孔颜色和24种的发型可以供选择。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项改变好像慢了一点点不过这项举动也算是终于正视女性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身形和模样了。不过呢，讲了这么多的芭比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我的好朋友肯尼我本人
肯尼在哪里？说真的，玩 Barbie 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管肯尼耶。因为什么呢？因为光是帮 Barbie 换衣服、换高跟鞋就没时间了。而且你知道，肯尼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被 Barbie 主动提分手耶。好可怜哦，真的很惨哎！难怪这次电影里面导演要让肯尼占这么大戏份。你看，几乎所有的这个剧情的转折点都在他的身上。如果讲出来就是剧透了。我们现在已经剧透了，因为肯尼他可怜了一辈子哦，就跟我一样，别哭别哭别哭。不过确实就像那个肯尼说的哈，虽然这部作品片名只有提到 Barbie， 讲的其实是 Barbie 和肯尼的故事啦。然后剧情里面呢也有描述到，就是这个芭比乐园里面每一个女性呢都有自己的职业跟使命，但不会有人在意肯尼要做什么，她做什么工作，甚至不重要，对，甚至也没人清楚他们住在哪里，对啊，不重要，她好像住在路边哦，还是海边的感觉。我只记得海边有出现他们而已，对，就直接在那边打球了。对，反正他们只是需要带着帅气的笑容，然后陪衬在芭比的身边就可以了。对，小花瓶是。如果说电影里面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那芭比乐园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正确。来，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父权。这个词其实很常被拿出来提，所谓的父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呢虽然很常见，不过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的真正的含义。来一个例子啊，这抢拱。根据社会学家 Johnson 对父权的定义，一个社会若带有父权要素，就代表此社会中有某种程度的男性支配、认同男性和男性中心的特点。都是男性齁。对，都是男性支配。男性支配是什么？男性支配指的就是这个社会通常会倾向由男性掌权，安排每个人的位子。那如果用电影里面的剧情来举例的话，整间美泰尔公司这么大，结果呢居然没有任何一位高阶主管是女性，真正对芭比有很多热情跟想法的女生，她却只是一个在公司门口接待客人的助理职位。你看，亏他们还说自己是一间重视女性权益还有议题的玩具公司哦。你讲的这个例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好，刚刚讲的是男性支配嘛，对不对？另外像是男性中心，指的就是父权社会习惯以男性为标准来评价或做安排。例如，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例子一定很多人没有注意。好，就是像以前在设计车款时，往往只考虑到男性驾驶，像安全气囊、安全带都是用一般的男性体型作为参考，所以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啊，女性就有更大的机会会受伤。哇，这冷知识你说这样子做得吗？当然做不得啦，嘿当然是做不得啊。所以 Barbie 这部电影才用了很多幽默的故事情节或是反讽的叙事手法，来提醒大家，在父权制度底下，无形之中造成了不少压迫，而且这样的压迫其实也不是只针对女性哦。像刚刚有提到父权社会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认同男性。什么意思？意思是父权制度会比较推崇那些刻板印象里被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像是要勇敢、喜欢竞争要事业有成，像是男生一定要赚钱养家啊，要传宗接代啊，有些人还会甚至觉得说出门约会男生就应该要负担费用，还有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比较爱哭的就会被说是娘娘腔 CC boy。 真的，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也很有感觉？有时候女生很奇妙，女生也会被捆绑啊。你跟男生出去吃饭，好像如果男生没付钱，女生就会说你看那个男的他都没有付钱呢，你看一样嘛，这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对不对？还有你刚刚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真的很经典，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到大家对男性的期许啊，就没有办法被视为是一个好的成功的男性，这是父权制度底下常见的困境不论男的女的都一样。意思就是说
你不想照着制度的规则做，不行哦，因为他也会把你逼得很难不照着去做，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大家的认同。我来举个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京剧台词跟大家分享。天哪，我看你抄了好多，来让我印象因为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它主要是说身在父权体制底下呢，对女性有很多的要求，像是You have to be thin, but not too thin. And you can ever say you want to be thin. You have to say you want to be healthy, but you also have to be thin. 这有道理吗？女人要瘦又不能太瘦，还不能说想变瘦，要说想变健康啊，你还是要很瘦，是不是？真的很多。我前面其实只讲了台词里面的一小段而已。另外还有一句最经典的 And it turns out, in fact, that not only are you doing everything wrong, but also everything is your fault.意思是什么呢？而事实证明，你不仅做错了一切，而且一切都是你的错。相信一定很多女生听了觉得感同身受。就算你满足了这些要求，也不代表就是你可以过得比较轻松。就像电影里面的肯尼，他在接触到这个父权制度之后啊，他就发现他得扮演成自己并不想要成为的角色，他必须要成为管理者，然后去打理好大家的一切 everything 对，遇到纠纷的时候他也必须要跳出来面对，也不能躲在旁边假装没自己的事，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也不能逃跑，只能硬着头皮上阵，不然就无法得到其他人的尊重跟认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当原本的肯尼就好了比较轻松。对，没有啦。所以重点来了，墨镜阳光好，所以重点来了，我们一定要照着父权体制的游戏规则走吗？女生就一定要温柔顺从吗？我就凶巴巴不可以吗？对啊，为什么男生就一定要很勇敢、很坚强、很阳刚、很有成就、很会付钱、很有竞争性？就算你很爱哭，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像我也蛮爱哭的啊，我从小到大就是眼泪乱弹的乱弹阿翔只差鼻屎没有乱弹对，现在也过得很好很快乐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Barbie 这部电影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虽然不同性别都有各自的框架和难处，不过其实我们都拥有不被这个框架限制的可能，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氛围可以变得更友善更包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压迫的情况下更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就像我们如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阿凯翔你想哭就给他哭。那鼻屎可以乱弹吗？可以。好啦，感性时间结束啊！今天介绍的电影是 Barbie，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跟 Barbie 有关的哈嘎发。那讲到芭比呢，当然就会想到漂亮的女生喽。那讲到漂亮的女生呢，好像就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国民大姑丈。国民大姑丈是谁？对啊，是谁？是国民姑丈。国民姑丈大牛哥的经典名曲《谁妹暗讲》。预备备，来唱喽。好，但不能唱，那我念歌词。好。谁妹暗讲，谁妹暗讲，青春嘅没有办法，啪啪嘅牙齿，缝缝嘅嘴唇，梦足啊未讲法。我没有在唱哦。可是我刚刚听你朗诵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快要唱出来，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首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歌。对，所以旋律很像，所以刚刚那个客家话听起来快要不标准的一种感觉。好，今天要来教大家这些客语歌词的正确发音是什么。我们罗哥讲的是四线腔，所以大家对海陆腔的发音可能会比较陌生。就像说人很漂亮，就是安酱。安酱啊，四线腔呢，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暗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就是音颠倒就对了。再一次海陆腔安酱，四线腔暗酱。另外呢，我还知道南部四线腔的说法。这个漂亮呢，除了说酱之外，也可以说孬。哎呦，一颗梨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漂亮？你给不你暗孬哦？哪里孬？就牙齿懂啪啊，啪啪的牙齿哦，啪啪的牙齿，对，牙齿很白的意思哦。那你的嘴唇也蛮红润的，这个缝缝的嘴唇，缝缝的嘴唇，
对，而且呢，哇，你今天眼睛很大，水汪汪的，木珠会共发呢，这个木珠会讲话哦。来改木珠，来去读该讲 boy。哎，你是不是形容我很孬，只是在抄罗哥的歌词？好，换我来教另一句客家话的老古人言，用来形容 Barbie 刚刚好。不过这句有点长，我们可以拆开来说。第一句是黄蜂腰，海陆腔，翁碰绕，翁碰绕，要有 R 的音，绕。四线腔，翁碰腰，哇，就是在说人很腰。是腰很细，腰很瘦。好，再来，它接着是什么呢？鲫鱼嘴，海陆腔，颈嘴，形容那个嘴呢，像鲫鱼一样，樱桃小嘴。四线腔就是颈嘴。最后一句重点来啦，10人看着9人爱，10人看到9人愛。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会喜欢他哦。那四线腔就是10人看到9人愛，10人看着9人愛。我们来复习一下完整的一句怎么说哈。海陆腔，翁碰繞，颈在，10人看到9人愛。四线腔就是翁碰繞，頸在，10人看到9人愛。哎，好好玩哦，其实很像绕口令，对，蛮有意思的。哦、不过相信大家看完 Barbie 以后就会发现，其实呢，有没有翁碰繞，颈在，10人看到9人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自信，有自信才会讲。Let's go。张磊亮，拜拜。